好，我係主持人林希彤。喺12月17日至18日，我哋4年級同學仔去咗惠州自然保育及科技探索之旅參觀。我哋會將我哋去過嘅地方介紹俾大家，將時間交翻俾幾位同學。大家好，我係4A 班黃巧兒。我哋第一個景點就去咗惠東海龜國家級自然保護區，呢度係中國唯一嘅海龜保護區。呢溪成條18000公里海岸線上，唯一仲有海龜上岸產卵嘅沙灘，所以叫做海龜最後嘅產床。海龜係珍貴嘅瀕危動物，佢哋嘅生存環境受到人類活動同海洋污染威脅。如果冇保護措施，海龜可能會慢慢消失。保護區提醒我哋，保護動物就係保護生態，而生態又同人類生活息息相關。作為學生，我覺得要從小建立環保意識，尊重自然，愛護動物，先至可以令海龜同其他瀕危動物繼續生存，令大自然一直延續落去。作為學生，我覺得要從小建立環保意識，尊重自然，愛護動物。只要大家一齊努力，先至可以令海龜同其他瀕危動物繼續生存，令大自然一直延續落去。大家好，我係4B 班何卓瑩，由我嚟為大家講下惠州西湖。惠州西湖係國家5A級風景名勝區，有秀雅幽靜嘅山水、豐富嘅蘇德坡文化，與杭州西湖齊名。不過，西湖曾經一度受建築廢料、餵湖養魚嘅問題而導致污染，現時惠州西湖歷經多年生態修復，水質大幅提升，生物多樣性豐富。當日我踏足西湖，就好似入咗西安桃源。首先映入眼簾係碧波蕩漾嘅湖水，三面青山懷抱，湖岸蜿蜒曲折，耳邊常常聽到湖水輕拍的沙沙聲，風吹柳葉的沙沙聲。呢一刻，我覺得自己好似置身於詩畫中。我深深感受到大自然的恩賜以及人類保育嘅智慧。你好，我係4C 班裴思欣。今次惠州交流等我同同學都收穫滿滿。喺惠東海龜保護區，我哋深刻體會到保護生態嘅責任。喺科技館，唔單止令我哋發現咗科學嘅趣味，更學會大膽提問。漫步西湖嘅時候，我哋開始識得欣賞自然與歷史交融嘅美。呢次旅程唔單止令我開闊眼界，仲等我發現咗自己成長嘅可能性，真係一次難忘嘅體驗啊！大家好，我係4D 班楊子琳。我好開心可以有機會參觀惠州科技館，嗰度真係太神奇啦！我想同大家分享我嘅發現。行入科技館，我發現嗰度超級大， A 同 B 兩個展廳都有各式各樣嘅展覽，從經典科學到宇宙探索都有，太神奇啦！最令我興奮嘅係嗰度嘅展品唔單止係俾用眼睇，導賞員講仲有70%嘅設施可以俾我哋動手玩，我哋可以親自操作機械人，感受科學樂趣。呢次嘅參觀讓我學到好多書本以外嘅知識，原來科學可以咁好玩，大家有機會一定要去惠州科技館體驗一下，多謝大家。